症狀查詢：紅、腫脹、痛、痕、唔舒服、頭暈、麻痹。邊度痛呀？可以指畀我睇嗎？呢度、呢度、嗰度、外面、裏面。呢個症狀你有咗幾耐呀？2星期、3個月、4年。一般痛幾耐呀？5秒、6分鐘、7個鐘。係持續痛還是斷斷續續咁痛？1係輕微，10係嚴重，你覺得係幾多？有咩嘢會減輕或加重你嘅症狀呀？瞓低、坐低、坐起、行路嗰陣。呢度痛嗎？呢度痛嗎？痛唔痛？你嘅症狀喺上晝、下晝，抑或夜晚出現？出現。你屋企人有冇遺傳病歷呀？病歷有冇？